冇事嘅。塵世間有兩種浪漫，一種係相濡以沫，另一種係相忘於江湖。大家好啊，毛啊，相信大家好耐都冇聽到我把聲啦，因為全澳門嘅餐廳啊、茶樓啊、甜品店之類咧，都俾我出得七七八八，唯有啊等新場開，一次過同大家分享。大家肚餓咧，人肚餓食唔飽嗰陣，只有一個煩惱，但當你食飽嗰陣，就有無數個煩惱。現在嘅你開始有煩惱啦，因為呢排一開就開咗幾間，咁就抽少少時間簡單分享俾大家。今日介紹呢間茶餐廳就係叫做巨亨，咁佢都有新食法喎。最吸睛嘅呢就係人哋一送一係60分鐘打孖上，而佢嘅一送一係可以分開上，兩個60分鐘，唔同嘅菜品，中間仲可以休息下，等你消化添。之前好多人都話冇哥你啲影片形容得好生動，多謝大家先啦。細佬我喺呢行做咗8年，表達嘅說話目的有3個：一係令到人哋高興，二係分享到有用嘅嘢俾大家，三係令到自己賺到鐳。不期一生嘅努力係希望集齊呢3個願望。好啦，廢話唔多講，簡單分享下呢間茶記嘅常餐。開始之前記得點個讚啊！注意一下，以下1配1都係2款菜式，各60分鐘，中間係可以俾你休息嘅。越南米線常餐 A 餐以及 B 餐，另外1配1係加呢個價錢。落去係中式茶點常餐，分別有 A、B、C、D 餐，自己睇價錢啦。1配1係加以下價錢。跟住西式意粉常餐係有 A 餐以及 B 餐，照舊啊，1配1係加呢個價錢。之後日韓料理常餐有以下嘅套餐，同樣都有1配1，但係呢個 set 大家都睇到啦，就唔抵啦，冇乜必要啊。最後啦，台式滷肉常餐都有分 A、B、C 餐嘅，確實係唔平啊！第一次見到台灣嘢係貴過日韓，錢係自己嘅，自行判斷啦。醒目嘅你一定估到小數點肯定唔係呢個位置。好啦，咁就一樣啦。主動揾我嘅話，知道有咩啦。社會資源係有限，好嘅嘢係要靠搶，只有弱者先等分配喎。仲唔快啲望下留言區，搶住 call 我。今集呢就分享到呢度，過段時間介紹埋另外嗰2間新嘢。人生如茶，有苦有甜，冇事嘅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